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你今日有请到位来宾，係來自愛登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的林憲明教授來到我哋現場。林憲明教授係愛登6隊嘅客家子弟哦。今日愛登有請到教授來到愛登嘅節目地方，係希望講同愛登嘅教授來討論到愛登更加嘅雙語嘅一個教育和同時。以下嘅論文地方有一篇係針對愛登嘅美濃同族田嘅農村經濟嘅一個觀察。我哋今日來到愛登嘅現場地方，攞同人哋討論一樣嘅無強嘅議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林憲明教授來喺現場。教授你好，主持人好，我哋天師前面呢，我哋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大學嘅林憲明。憲明教授，我請問一下，因為其實我看到按人強嘅字體來講，客話講嘅暗號，我都一聽冇乜嘅問題啦。因為我真係會常常講，人強人客話講嘅幾好啊，聽到問題我都講阿婆脫胎吼。因為怎麼？因為阿婆可能發音唔係暗號，一聽我用客話來講，但是因為見爸爸媽媽嘅發音講得特好，嗰時候我同細嘢全部講客，嗰時候像先生按客話按講。還是個叫法阿婆脫胎的。我們錯，我哋呢個主持人很聰明哈，這個猜到了。其實我媽媽、爸爸兩個都係客家人，然後我媽媽係美濃嘅客家人，爸爸係竹田嘅客家人。啊，人兩個呢，我嘅年齡吼，其實嘛冇關人強嘅啦哈。所以我爸爸媽媽嘅年齡睇人嘅時節，我在小時候人都會要求我睇錄下地本呢，愛講客話吼，愛講客話。啊，嘛像主持人講嘅，從細我係阿婆脫胎嘅吼，所以雖然我係睇個好，但是有很多的機會哈，去到美濃啊，去竹田啦哈。那睇盧卡地杯呢，人大部分的時間都會講客話啦，所以我感覺睇盧卡地杯哈，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可以學習客語哈，也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啦。真係都有一點啊，能夠學習客話嘅一個環境啦。可是我感覺到佢特別嚟講，媽媽爸爸都要求講睇盧卡講客話哦。這時節其實特別係我媽媽啦，也特別有這樣子的一個客家的這個認同或者是情懷哈，就係要求跟我哋細年嘅睇錄下，最後哈就講客話。當然以後教讀書，教同學講中文啊，還講華語、講閩南語哈，都冇問題哈。但是鼓勵錄下嘅時節，我就會要求比較希望哈，我們能夠講客家話這樣。嗰時候有印象嗰時，等於講完世爸爸媽媽屯錄完全用客話講。嘛沒講完全用客話啦，哈，有些時間嘛會講華語，但是我哋喺日常溝通的時候，哈，就會希望說，爸媽就會希望說能夠用客家話。特別我喺阿婆脫胎嘅，哈，所以同阿婆講話嘅時間，就像主持人講嘅，人哋華語冇按好，他們日文還不錯，日語還不錯，所以人喺同人講話嘅時間，當然就有嗰多嘅機會可以講客話。那在竹田啊，喺睇美濃一個客家種地區，其實給總體有種迷哈，大家都是講客語的，對。你其實算是鄉土教育地方有學到乜嘅東西？其實我睇到嘅社會時間哈，我已經回到高雄哈。嘅時間呢，我記得呢，這個鄉土教育嘅課本哈，一個內容其實對於客家話的琢磨沒有那麼多，好，但是對於每一個地方的風土民情的介紹，相對是比較多的哈。所以比如講我喺睇南子，哈，也就會介紹南子嘅一個歷史啊，哈，有什麼樣的家族啊，或者有什麼樣的寺廟啊這些東西哈。但是特別要去要求客家話嘅這個教學，可能又是在比我更年輕的學生，或者是更後一輩的學生，在學校讓有一個機會哈，透過客家語言的口場來去學習。係因為學校每樣問題都講，真係我哋咧算是一早期按到鄉土教育啦，哈，後來開始變成母語教育，即係講一啲階段冇強用。佢從後來因為國中、高中以後，還有機會再用講客話喎，因為其實我哋見家幾大問題都講，幾多嘅行業教育都係國中、高中都開始停嘅。佢從而家呢啲嚟講嘅話。中間應該冇填啦，希望攞講客話攞講嘅話。其實一個嘛係一個，我覺得是一個緣分啊，就係因為從細就有講客話一個經驗嗬，一個基礎，所以喺嘅中高中嘅時間，我都有本線上係去參加客家語言嘅一個人工比賽，嗬，所以因為嘛又係嘛嘅一個關係啊，嗬，所以在老師的訓練之下，嗬，我就沒有把這個客家語言放掉，嗬，所以我就有一個機會用客家話呢同大家來分享一啲嘅故事啊，喺睇。
同學嘅面前，來講我去解一個演講嘅題目。等於你講，其實學客家一件事情，無論講客家一件事情，蠻可以持續下去。因為一篇我想講，因為對於我哋嘅國中生同高中生來講，我哋而家幾多，譬如講曾經是教育來講。可能幼稚園嘅時間，無論講小學時，蠻可以教哦。但係上咗國中以後，幾多現場都發現到講，其實有一種冇考試嘅科目，對於國中生來講，一定都唔多開學。聽見都講，到高中要過係喎，能從社團，社團嘅意思都講，唔有興趣能來參加。可是我哋如果擔心講，像我哋話，高中我哋國小、幼兒園、國小要教，以後來全部都團起嚟，變成講我哋希望講到大以後，根本都還是會把東西全部還給老師。咁一部分線上有乜個想法？其實身為這個主持人說的，這會講客家話的年輕人其實我馬上愛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講，冇錯，就像主持人講嘅一種冇考試嘅科目特別係語言它到了這個國高中階段，它比較不容易推行但是我覺得更加一個我哋唔管係中央嘅客家 VNP 啊，係我哋地方嘅縣市政府嘅客家 VNP 都有很努力的把新的文化年輕的元素加進來。其實更加我哋有幾多年輕嘅客家歌手他唱的客家歌已經不是以前的客家歌是很有旋律的，而且是可以有共鳴的所以我很喜歡拿這個 K-pop 這個韓流的經驗來做分享，就說 K-pop 有位韓文歌咪給你嘛，他唔識的，但是為什麼它可以這麼紅？所以它結合了一些這個主流音樂上面的文化元素，所以我的意思就係講客家語言的推廣，客家文化的推廣，我們或許可以想一想，我們的受眾不一定是只有客家人，所以從把主流的文化加進來一點，讓更多的到青少年get中高中，也同儕影響力很大，所以以同儕如果也覺得客家很酷啊，客家很潮啊，就有一個可能，他回去再找他的爸爸媽媽，或回去找他的客語老師，去學習客家話運用嚟講。係因為一件事情其實都對於今年我哋咧台南市政府有一個調查啦，如果講一年你都發現到講。對台南來講嘅話，雖然講客話人越來越少，但是認同自家係客家人嘅人越來越多。咁等於講，可能一幾年客家委員會一啲推展嘅行通，對於幾多人來講，如果因為講，我敢說我是客家人了，係咪承認係客家人？但是學習客話嘅事，又變成另外一件事。但是頭東來的呢，告訴講嘅一件事情，就講用把主流文化帶入去，把音樂性帶入去，讓大家因為講其實我可以用。無共樣嘅文化，比如講用音樂、用畫圖、美術嘅方式，甚至用天樣來接觸到講客家文化係啲安靜嘅文化，以後我上去學客話，就像其實我哋本來都唔係好多人啊，但是我哋會從好路。其實我嘛可以分享我設計以前嘛，唔係可以從客家歌，但是我後來發現有很多年輕客家歌手演唱嘅客家歌幾好聽，跟以前的調子很不一樣，而且有流行音樂的元素，所以我現在我自己開車，我有的時候都會聽客家歌，所以就係我設計一個例子啦，然後從教育嘅角度來講。其實，我們或許不一定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少數族群的文化或語言那把主流加進來，或我們接近主流一點，那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客家。因為其實有部分我感覺到其實告訴講嘅建議真係可以幫他人去從事講，本身人哋唔好講一下就教育人講，你用個聽到我講客話，其實可以多背等一堂啊，等客家流行歌曲。其實我俾我哋新人一嚟接觸到我哋客家文化同客家話。同時有一件事情都要同大家人報告一下，其實我哋呢年輕人告訴伊係兩個博士應該講兩個碩士都冇簡單兩個博士你好多啦，還有5年以內都拿到。我想請問一下因為辦法5年以內可以拿到2個博士。其實同主持人還有觀眾朋友分享也是一個很美妙的機緣呐我睇一開始其實我背景唔管睇大學碩士班、博士班，我兩都政治內啦但是我博士班睇到中山大學政治博士班的時間，它有一個計劃現在很多學校都有推動的，就是這個雙聯學位的 double degree 那意思就係呢，你喺台灣你可以花2年還是3年喺台灣讀書，
但是用一个方式嘛去境外好读天的博士哈。啊，这时间我也指导教授是廖达奇廖老师，好，他也对这个好也是非常的热情，好，非常积极的去推动。所以我就因为一个关系，嘛，这时间嘛拿到教育部的奖学金，然后嘛还过幸运啊，很幸运哈。所以有2个机会在台湾，在中山大学2年，然后又去比利时的鲁文大学，哈，比利时鲁文大学3年，啊，写一份论文，好。啊，就拿到2个学校的博士学毕业的。佮像安尼办，即个等于讲前2年喺睇中山大学，还有3年睇比利时的鲁文大学嘛，鲁文大学。佮安尼办也要学长讲，比如讲学习係有衔接的吗？係有連接方來哈？其實以一種國際教育這種方式有很多不同的類型哈。有的係台灣學嘅東西境外可以適應，有的係台灣學嘅東西跟境外冇衝突，唔就會衝突哈。所以從我自己經驗，我睇台灣讀政治呢哈，但是我睇比利時，我讀嘅係人類學哈，所以它是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我其實是這個去重新學了一個新的領域，這樣子。咁咱哋佢等於講到比利時以後，又要用無同樣嘅語言上課，要重新學嘅。應該會辛苦吧？一個問題，這每一個國際學生可能都會經歷過哈。但是對於比利時這個國家來講，這個像主持人問的問題哈，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哈，它是一個蠻分裂的國家哈。所以有去過比利時或歐洲的人可能就會知道，我們觀眾朋友，比利時是有3個語言的國家哈。它在北部它講的是荷蘭語哈，南部講的是法語哈，然後東部講的是德文。那它這個國家因為它很分裂的關係，所以它這個國家也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哈，所以這個布魯塞爾哈，這個歐盟的總部呢，它是一個雙語區的地方哈，所以以睇一個地方，布魯塞爾一個地方，就會政府的所有的文件哈，認為用2種語言去做寫作哈，就是要讓這個講荷文跟講法文的人呢，他都能夠理解。咁講到研究都發現到講，其實我哋比利時係一個雙語，甚至係多元嘅一個國家。咁啲其他國家地步，我用我去學習咯。其實一路講到我哋接下來，其實我哋幾年同我講嘅雙語嘅教育，尤其下我哋下一節目那場我哋呢下面告訴同人講有咩議題，我哋馬上過來喲。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嘅林憲明教授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求學嘅過程。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譬如講比利時來講嘅話，以即個要荷蘭啊，講荷蘭話啦，讀德文啊，講法文啊，你冇強嘅地方。按頭先話講，其實睇布魯塞爾來講嘅話，其實有文件地方一定要有兩個語言嘛，嗬。譬如講德文嗰個地方咯。咁而下嘅2個語言對於人來講嘅話，一定要學習下係點樣嘅咯。所以有一個很有趣的形容詞哈，就是這個形容比利時就是 living together apart，就是在講同床異夢，然後也可以同一個國家哈，名目上是一個同一個國家，但是他們在語言使用上其實呈現是一個很分裂的狀態哈。所以也給馬黑比利時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所造就的結果啦哈。咁即係一般嚟講啊，譬如講唔係像一啲國際學生嚟講，你今晚去我哋嘅魯文大學上課，咁唔能學的荷蘭文，還是法文，還是德文呢？還是能用英文來上課？其實比利時他在意識到這件事情之後，也呢國際教育其實蠻聰明哈，研究用2種方式，然後一種係用荷蘭文教的學程，哈，一種是用英文教的，特別是給國際學生的。那當然，如果你覺得你的英文能力不錯的本地學生，你也可以來讀這個英文學程哈。所以也用這種方式來吸引國際學生去比利時念書嘛哈。那但是對各級學生嘅啊，還有留學生來講哈，他會鼓勵你學習荷蘭文啊，但是他不會強迫你一定要學。所以一般來講，留學生啊，喺各級學生嘅吼，睇比利時大部分嘛係會講英文嗰度啦哈。當然，你睇佢哋時間一長吼，就也有一個機會吼去學荷蘭文或者是法文。係，因為吼一部分會感受到講，其實我哋今日講嘅語氣都講雙語，好一些部分係要上有2個部分係長文我哋嘅教授，一部分都講，當然喺我哋今日
推动嘅双语教育嘛，因为其实我哋喺2010年嘅時間，我哋已經推動我哋雙語嘅國家發展中心。吼，其中我哋2030年嘅時間可以變成一個雙語嘅國家，同時我哋嘛培育出15000嘅我哋雙語嘅師資。但是其實一雙語對我哋其他教育嚟講，譬如講我哋以前嚟讀研究所時，都遇到問題，都講譬如說我哋先生一定開一啲雙語嘅課，英文嘅課程。當然先生係對外國過來嘅，用英文上課。可能冇安難，但是有一班啊，他有一堂係兩堂啦。後來我同先生講，我講先生唔講嘅內容，大家真係談一聲下。伊都講，伊都進來講，伊哋可能有一班談唔成，係伊哋他用係嚟練聽力的。但是後來我問先生講，我講先生，裡面搞嘅東西有一些。以前難，尤其係我哋講文化嘅東西，有一些難，加上唔難係用英文去表達嘅話，我同中文表達嘅內容冇共用。你講東亞冇共用啊？咁安尼都變成會有啲問題咧。講，而家我哋愛推行雙語嘅教育嘅時節，我出現到講，第一先生講嘅底下有一班同事，冇都講先生因為我本地談嘅時，可能伊都教隨一班，不一樣嘅情形。我们说，其实主持人讲的每个问题哈，就是现实确实出现在这个教育的环境当中哈。唔拉讲睇太好一个长途哈，睇结束啊，结中哈。我们现在讲的双语教育哈，很多停留在课室英语哈，课室语言，就係以為用個簡單的英文哈來去同學生嘅打招呼啦，哈，講一些教室裡面的規則啦，哈。那但是以個冇可能用全部英文的方式來去教。嘅社會學生嘅啊，係中學生嘅嚇，當然一個有程度嘅差別，係嘛，要學教無相同嘅差別，嚇，可能睇啲頹態，亦都有一個機會，嚇，學生嘅程度高好，但是睇一般嘅大學來講，嚇，其實一個學士頭係會唔單係對學生嘅有壓力啦，嚇，對先生嘛係一個壓力，嚇，冇錯，原本要用我們的母語來去講授的課程內容，你可以講100%。好，但是你考慮到學生的吸收，你考慮到這個你自己的語言表達，哈，即便你喺聽我嘅圖書過來，但是英文還不是你的母語啊，終究不是你的母語哈，所以你在表達上還是會有受限制哈，所以在很多老師在這個權衡底下哈，在現實的狀況之下，以可能會70%講英文，30%講中文，啊係一般，就看你嘅學生嘅長途來去看一個情形哈。所以買一個過後那個一個情況哈，一個同事同埋分享哈，他現在一種很有趣的現象是，他開了門啊，全部都是台灣學生，但他要講英文。但是他開了門，全部都是外國學生，他要講中文，因為佢學生喺來台灣學中文嘛，哈、所以也給馬係一個新的教育的現象。但是我感覺也該是一個磨合期啦，哈，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讓整個教育、讓學生、讓老師能夠習慣這個新的發展的方向。其實我哋嘛講係大學嘅。算是教育嘅現場，因為大學嘅先生大部分可能有真係有博士啦，有留過學，無論講也要曾經要用英文去發表論文嘅，嗰時有英文嘅長度是相對較好。可是嗰度我哋譬如講我哋可能教國中嘅啦，教高中嘅先生啦，嗰種你而家用全英文去教學嘅時候，其實對先生嚟講嘅話，可能嘛係有啲壓力呢。係冇錯，所以更加一個問題就係講，伊一個誘因其實唔係幾強啦，吼對。中學啊，喺高中嘅先生來講，我可以去教雙語，你有沒有配套的誘因？一個講佢出發嘅一個問題嘛，很實際的問題。那如果沒有的話，老師就會覺得說，那我配合的意願是不是就不會這麼高？那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主持人講嘅，如果給他的這個課程學習的這個內容，他適不適合用英文來上？哈？就像主持人頭先講嘅文化內容，哈，要講客家文化，我用英文來講客家文化，這困難度又更高，哈。所以我嘛聽過一個學生嘅同我分享，伊講人哋先生用英文來講中國古文，哈，詩詞，所以他這個就變成了層層的轉譯的情況之下，學生的理解就會變得比較困難。係啊，而且。加上講，比如講到頭有講到，漢是講個客話，因為唔會考試嘛，嗰時都冇人去教啊。嗰種見，比如講係其他書學用英文講，漢是我都睇唔到，你用法文講我都睇唔到，真係。你用英文講，
因为最慢也会影响到考试啊。冇错。咁其實應用去處理啊？所以其實應該講哈，台風向來講，台灣的教育越來越國際化，這個是大家都認同的事情哈。就是說，我們有更多的跟國外的接觸，或者更多外國人來到台灣念書，這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應用來做，怎麼來落實，然後慢慢的讓我們的英文哈，或者是雙語的這個方向能夠落實，或許還有一些可以再調整跟修正。因為你像頭東人的先生講啊，其實對個比利時來講啊，其實有一部分係荷蘭文嘅啲教學嘛，一部分係本外國的外國的學生用英文，而且冇辦法，唔可能來時馬上係能用荷蘭文哈，但是都用英文來上課，但是都變成講，其實我因為講其實有幾多個基礎嘅，冇得講一天愛學習嘅東西，當然用學生係可以去理解嘅方法，但是譬如等於已經可以自己學習嘅人，你真的可以用英文，但是可以講英文上課嗰件事情，還是唔係講線上睇比利時嘅時候，係咪全英文啊？因為我是國際生，所以我的學程是國際學，所以全英文沒有錯。因為我外甥女哈在意大利，伊當初嘛講伊可以英文授課的，好某個課程，伊講個老師哈意大利嘅先生，伊馬上會講前面兩句，講完喺我差唔多聽5句，佢都巴拉巴拉全部英文，對，可是伊就發現到講哈，但是蠻係送意啊，係啊，你話咧送意，然後同時伊哋嘛會分組，而且分組會好高，我講，因為吼伊係算是伊哋國際學生嘛，吼，嗰時伊就會前面講，你分組地位吼，一聽到有一啲係國際學生嘅，唔可以全部意大利人，吼，一啲嗰時意大利人如果開始前講乜嘢英文嗰個真係可以掉。如果記得意大利人係咁樣啊，講到差唔多第4句，係全部都係講意大利文。但是對於來講嘅話，伊反而係學習意大利幾好嘅一個機會，係。但是你想同人講，嗰幾路掛羊頭賣狗肉。其實就像我們在比利時也是哈，因為比利時不是一個歐洲主流的留學國家哈，好多人會去英國、去法國、去德國，或者是去荷蘭哈，所以在比利時哈，它的國際學生特別來自亞洲的，相對也沒有那麼多，所以就會從頭先主持人分享的，本來一群比利時學生在一起，也能講荷蘭文，他看到一個外國人走過來，他馬上變英文，那我們一離開，他又變荷蘭文，就會有一個情形啊，所以來感覺台灣一個部分嘛，還有一些路需要再經過的這個過程。咁從業教育業大部分係講人哋咧，譬如華語、英文嘛，但是其實人哋更加佢希望講，其實從頭到人哋第一胎嘛要講到講，人哋更加教育地步，嗰種人哋愛客語、華語一部分。強愛教育時，因為其實嗰種人講啊，客話睇錄下教都好，但是點講，見到爸爸媽媽喺華語一場都聽過，嗰時就變成講，而等咧客話可能睇錄下冇辦法教，佢家種睇好教，但係同時都各種過做，而冇辦法以考試，好，嗰時人哋考場，我永遠算是俾人忽略，到前頭都前頭嘛有講啊，可以用家業文化方法，但是喺考場上面有可能講，譬如講客家文化考場，都遲都能用客家話來上。也可以當然，可以是一個嘗試啦哈。但是就從我嘛可以分享，我這些年哈，我的這個外甥女外甥哈，也更加讓1、2歲、2、3歲哈啊，我媽媽呢，以前最演戲上下課的時間哈，就會編客家的兒童歌。根本唔是教育，伊就會從主角面拍板，所以一個就是一個幾好的例子啦。就是說語言的學習，它還是一個，就像主持人講，沉浸式的學習，或者是環境歸重要哈。你按些年呢，根本唔是教育嘛，個主角啊喺面拍板，伊堂誒上邊五邊，伊自然而然就會了哈。但是我哋屏東太後嘅老師也有老師哈，試圖用這個全閩南語的方式教課哈。那當然，主持人講嘅假使講有興趣來學客家文化、客家考場睇太好啊，線上可以用全客家話來教，其實這個也是可以鼓勵或者是值得嘗試的方向啦。就像主持人講，幾多嘅這個經過亞而已哈，其實人哋客家話本身就冇按溜啦哈，所以
如果学校在这里呢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我觉得它的功能跟效果应该是会有的。係啊，真是講，譬如講，廣東人真係有一啲傳統先人講啊，客家歌嘅，幾多人聽？因為你用客家話來開下考場啊，而你唔可能學客家話歌嘅，如真係多多少少都可以使人學先人客家話，因為其實客家話同方言如係人漢族語系嘛，嗰時其實文法係共樣嘅，只是講語法冇同共樣，嗰時其實學習方來應該冇乜個壓力。同時，我覺得最重要可能講可以幫嗰度認同客家嘅人，可能咩客人咯，認同客家人，嘛可以感染嚟學客家話嘅行列地步。就是幹嘛？這個很驚訝，就上次去聽演唱會，聽到林生祥老師的樂團裡面的這個他的團員就不是客家人嘛，也不是台灣人嘛，哈，所以文化呀這種事情本來就可以跨國界，哈，跨族群，那就看我們怎麼樣去傳播它，哈，讓它可以有更大的包容性，哈，我們的對象某一聽會客家人，哈，可能我們加了主流的東西、流行的元素，它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喜歡。嗰時其實講，唔係講客家話一件事情，其實唔係講安重嘅，最主要講，唔讓我去上細人嘅開始對我哋客家文化有興趣。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嘅林憲明教授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雙語教育嘅一個經驗。我想請問一下教授，因為有一篇論文係講到我哋台灣農村經濟嘅調適率同我哋咧轉型嘅研究嚇，同時係用米農還有竹田嘅兩部分比例。當初一位研究嘅一個背景係乜嘅？其實也跟自己的私心呐，哈，就像屯這個主持人報告的哈，也跟我我阿婆魯卡提米農哈，我也跟阿婆魯卡提竹田哈，那我今年上次啷說哈，這30年來其實就是台灣農村轉型最劇烈的30年哈，所以睇也跟我嘅省中嘅也個高長地本，我就看到兩個農村有規模汹湧的發展啦，哈，當然也兩個農村嘛面對到許多的挑戰啦，哈，唔管係外部的挑戰，還是整個國際局勢的挑戰，還是整個國內整個環境的改變哈，所以從整個國際局勢，不管是它這個我們台灣加入 WTO 哈，整個很多農業的改變哈，或者是從美農的農看得到哈，米農的養豬的這個產業過去已經很興盛，但現在已經式微哈，包括了這個煙葉的產業等等哈。那睇屏東的嘛，看到整個屏東平原很多的農作物還是以這個檳榔為主哈。那我們過去政府在這個3步政策的情況之下，它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一個狀態哈。所以睇這樣的一個背景底下啊，就想講，我去搞拓政治呢哈，我去搞拓一個政治經濟哈，我用的來去了解哈，用理論上面來去理解美農跟竹田的轉型的經驗哈。但是睇下另外一先講啦哈，唔係講哪地方做得夠好哈，但是兩個地方開始有表現出不一樣的特徵哈。所以美農也這幾年來，我哋有觀眾朋友可能都有去過哈，那有很多的新的農業的活動哈，包括也給拔蘿蔔哈，包括這個採這個陳蜜番茄哈，還有這個冬季禮作這些活動等等哈。所以我就發現到，其實米農農會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這個鄉鎮公所，甚至是市政府哈。那也他們選擇的這個農業轉型的策略是跟過去很不一樣的哈。他選擇了一個全新的作物。全新的這個農業的活動來去作為推展哈，但是相對之下呢，竹田呢以它的選擇哈就相對比較受限哈。可能我們主持人嘛了解哈，這個我們雖然政府都提倡這個廢耕哈，這個不要再耕作那麼多的檳榔，但是它的成效是相對有限呐哈，所以睇一個情形底部呢，竹田呢一個轉型的策略或者是選擇哈，一部分呢，他就選擇了沿用過去產業的模式哈，包括
发展槟榔扇呐，哈，有以槟榔为主的这个食物啦，哈。但是槟榔以台湾沙菲它的角色就很尴尬，哈，这是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竹田呢选择呢，他选择包括推动文创产业啊，哈，因为有老夫子哈，这个老师住在竹田他的老家哈。那另外一个呢，哈，就是有这个文心兰呐，哈，或者是这个酱油的产业哈。但是亚雷产业伊亚跟问题提给就会文创产业跟以本来的居民的生活连结相对是少的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文心兰或者是酱油产业，它的投入成本相对比较高哈，所以整体看来呢，就可以看到闽南跟竹田以两个地方伊的转型的情形哈，或者是它的特征就冇相同。因为有部分哈，可能要同觀眾朋友睇下說明一下講，其實對於我哋屏東平陽來講，或同時還有闽南來講，其實像頭先我哋教書已經有講到，其實早期等於支持台時，大部分如係推行鹽田嘛，哈，或者睇到我看到比如闽南有鹽寮啊，其實我哋屏東嘅離港啊、九義啊，哈，我哋其他地方係賣鹽田，後來佢哋因支持台結束以後，民國時代以後開始睇種強者，強者譬如講旗山啦、闽南啦，南部嘅屏東嗰邊嘛種幾多強者。強者喺都開始在種無誒，好啊！你滿些時候看到一片片的稻禾，而且喺度開始進入慢慢的進入台灣行動啊，等啲工業沙地以後，種無嘅地方也越來越少誒。但是嗰時節喺屏東發現了一個新的作物，攏係啲檳榔，好新的，我哋講算是綠金，好綠金。其實嗰時節檳榔嘅價錢真是可以換幾多嘅人強人。如果聽人上下，同時嘛有幾多嘅，比如講人講長嘅料，吼，因為種檳榔、魚嘅料喎，佢其實係相對，因為對闽南來講嘅話，伊都冇安大面積可以去種檳榔。可是其實檳榔一塊地方，一塊經濟體。喺闽南唔算是伊個歸大嘅伊個經濟嘅伊個來源，嗰所以就慢慢的行出無窮嘅一條路。但是我哋也經驗都發現到講，嗰種常常都有闽南嘅伊個情形啦，唔單止講闽南嘅伊絲情嘅米啦，闽南嘅拍講蘿蔔啦，冬天嘅時候種法啦，我發現到講，其實窮樣伊個經濟嘅伊個行路嘅時候，同我哋教書有講到講。用的無窮樣的一種策略，是。好，搿啲嘅策略當然冇講好快啦，吼。可是我哋會感覺到講，中途都時常講嘅呀，嗰種闽南拓講行嘅一條路其實係點講？個接地氣，同時也要轉型嘅正統國少，成本國少，因為可能啲係窮樣嘅用窮樣嘅一批一塊田地包啊，以前種無啊，而家可能無種係嚟種蘿蔔咧，無咗種嘅陳米番茄，好，但係如果還是農民做我哋農民自家會做嘅事情，就是講農地嘅講嘅人可能會種蘿蔔咧，或者學種我哋陳米番茄冇蘿蔔咧，但是相對於我哋屏東來講嘅話，其實種檳榔有一點冇辦法團起啲原因講，因為其實檳榔哦，種係5年都可以熟嘅，嗰時對於啲農村老化嘅一啲情形來講，話人老農歸多，老農歸多嘅話，其實種檳榔嚟講，對老人家嚟講，佢上工啦，佢上工，係冇錯，割下來都可以嘅。其實而家我哋從來講會推廣咖啡啦，歸動可可啦，係我一加工，咖啡一加工啊，哦，或者咧可可馬甲同變巧克力啊，一種東西對我哋咧老農夫來講嘅話，就個辛苦啦，如果辛苦，要重新學，冇錯，冇學嘅話，等於你講你教伊啲可可啊本人，但係你穿辛苦些，嗰時變成如果當然唔攀得，都係有一檳榔樹。所以我哋看闽南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唔管係伊嘅鳳條味啦，吼，伊嘅白玉蘿蔔啦，或者它的陳米香番茄，吼，它的農民的收入可能是比較直接的，好，以中誒，以開封遊客來採嘛，自採嘛，哈。那但是睇竹田也喺屏東其他鄉鎮，就像我們主持人提到嘅，也新的經濟作物哈，它有這個中盤上面的問題哈，它需要有比較高的投入成本之外，也技術也相對高一點哈。那你為了要把這個東西賣出去，你還要透過中盤哈，或者是特殊的這一個有機器的這個公司才能做的話，還有技術，所以也一個成本也它的技術要求相對就比較高，所以要兩個眼目講，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啦哈。但是看起來，闽南更加按嚟做吼，對農民的收入要增加，可能
高明显哦。啊，就像俺主持人观察咧吼，唔管喺竹田还其他俺哋屏东嘅乡镇吼，以前做农业转型的时间都有很好的利益良善哈，利益良善，一开始的想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的作物的选择可能就要再思考一下，他会不会能够直接对农民有益，还是他还需要透过技术的这个加工，还需要透过很多的这个情况的情况底下，它就会导致农民要转型的意愿会降低。对，因为当初一篇论文，我过上来一点原因咯，因为是我这个如果屏东人嘛，屏东的字体，我真的我看到过，其实从闽南啊，今年真的我能讲，广东人地，好，同时叫个一年四季都有，能讲有新闻点，有新闻点系冇错，系如果从人会老了，看到我眼房对唔啦？看到我上个有某个学习的地方啦，哈，可是我看到一篇论文的。看到线上的一啲分析，我都发现，真是唔错，因为真是鲜的东西，譬如讲陈秘番茄好了，真是叔叔啊，都可以在外面卖啊。对啊，我去改田种啊，你就可以买。农会的判发通，某个高雄市政府判发都给判牙的，但是你如何可以买到我番茄，对我来讲嘅话，我都认讲一发通判得有意思，因为我可以直接去收费嘛，係嗰種係種토마토嘅人嚟講嘅話，我真是我提路行都可以買到我啊，其實。我應該講，民農企工所嚟講，高雄市政府，而家嘛分享講，他間人路行都可以買哦，冇一天對我哋也買，路行買得到都買得到，好，其實他間人有保證的，其實判發通都係，但是貴到人哋屏東嗰時，都變成講有啲位作物。好，譬如講檳榔，是檳榔嘅人都有買。冇錯。好啊，人講巧克力其實也要轉化，其實喺屏東縣政府為到要把可可變成巧克力嘅部分，其實頭年嘅幾多錢？因為如果有幾多技術，喺以前我哋唔愛嘅。冇錯。係，嗰時但是雖然講有幾幾多年輕人去學習用嚟去變成巧克力嘛，做幾好，但是對我哋呢老農來講法，一路真係學唔來。冇錯，所以當然我能夠成功可以學習到但是成功冇法度複製啊，美濃的經驗不一定能複製到屏東因為這個環境跟這個條件都不太一樣但是或許每一個地方要去重新的盤整它那甚至在選擇它的產業轉型的時候，它產業轉型的項目要先考量一下有沒有可能更多的是直接受惠於這個轉型的農民或者是轉型的漁民它能不能夠更降低它中間可能需要的這個技術也好、資金也好，或者是盤商的影響那或許這是一個未來可以想的一個部分。嗰時唔單止講喺我哋嘅民農來講，無論我哋竹田來講，有兩個路喺我哋客家種農村，但是行到無窮嘅路，也結果路係無窮樣。今日我感謝我哋前面講述兩個線上的分享，安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嘛感謝我哋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休息一下等聽我哋線上來傾下運動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